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啊！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我们一起长大了，你还会害羞哦？我认识了你，我就知道原来男生也有分很多种。如果我说我喜欢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创啊你啊！那个谁想这辈子还得安呢？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那你告诉我啊！放开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啦！只要你一点头，我随来恁我提亲。告诉讲哦，假天若真正介意你，我会祝福恁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迄代是中校节期抽好册活动，新的9月24拜日起到10月17，翕你含代是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的相片，甲相片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这个活动的po文，都有机会甲杨丽。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现场消息。来看到台中市丰原区国道4号丰四路交流道，这个月初8发生一件车祸，一个查某囡仔发生车祸，被人弄到，惊一个身躯无条体。警察头一个时间赶紧挖过去，甲伊按打，佮甲伊抱落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就在匝道口，一辆红色轿车卡在分隔岛上，不仅车门受到猛烈撞击，无法正常开启，整辆车卡在水泥块上，4轮悬空，就怕车子重心会不稳，车内女驾驶惊魂未定，无法动弹。辖区警方获报，立即上前协助，先将车门搬开后，再小心翼翼地用公主抱的方式协助车内女驾驶脱困。这起车祸事故发生在这个月的8号上午10点多，红色轿车行经台中市丰原区丰市路，准备上国道4号，没想到就在匝道口遭到后方大货车猛力追撞，整辆车就这样冲到前方的分隔岛上，幸好人平安无事，但受到严重惊吓，第一时间也送往医院进行预防性就医。对于暖警的相救也感谢不已。远警在现场除了要厘清整体车祸的肇责，也进行交管，避免再酿成不必要的事故。由于国道4号丰原段车流量相当大，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务必小心通过，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急踩刹车或是急转弯等危险行为，维护行车安全。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继续要来关心，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新北市重要的交通道路浮洲桥往这个板桥的方向，昨下知影，几落车奥多摆相撞，骑奥多摆的人，敢因为细心，速度无放较慢的，弄到头前的奥多摆，两个人含车拢倒伫涂骹，结果头前后壁另外阁有2只奥多摆闪袂离，同款伸到滚头皮，算的拢总4只奥多摆弄做伙，互在地民众看到地实在替因足紧张。另外，赶紧来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这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为今仔日下午，伫咧台南上凯南平，也就是鹅銮鼻来出发，头一站来到鹅銮鼻在地庙来拜拜。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贾凯来带咱了解。贾凯。好，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一大早是展开了全台的倾听之旅哦，而他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屏东鹅銮鼻，这里也是全台湾最南端的土地公庙。而在稍早前呢，他也在韩粉跟支持者的簇拥之下呢，来到了这里，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2020年竞选的第1个行程，意义重大，代表我们韩国瑜及团队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基层庶民的路线，打工对不？好，
好，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韩国瑜刚刚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屏东垦丁这边真的是人美山也美。而此话一出呢，台下的支持者跟韩粉们也是情绪是相当的激动，相当的兴奋哦。只是韩国瑜今天的行程呢，真的是马不停蹄。他一大早呢，先是来到了屏东鹅銮鼻的保安宫，随后呢，也将要和当地的观光业者举行座谈。再来呢，他即将陆续的前往车城的福安宫以及芳寮的德兴宫，行程真的是满。尽管他日前按照程序和市府跟市议会进行的请假，但绿营的议员的炮火依旧是炮声隆隆哦。但韩国瑜今天似乎不受影响，依旧比照着这个马前总统 long stay 的方式呢，展开全台的倾听之旅。以上现场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给国内。多谢贾凯。另外，这方面来看到韩国瑜今日起开始请假，拼2020年总统大选。有人问到总统撰文要连任，敢应该嘛爱请假？咱做伙来听总统撰文现场详细的回应。我想，一个新当选的直辖市的市长哦，就任不到1年就请假3个月哦，参加另外一个选举哦，其实就是一件错的事情了哈。那现在还要叫一个现任的总统啊请假，更是荒谬啊！总统啊是一个国家运作的核心啊。那如果总统请3个月的假的话，那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一个停顿的状态啊，这是不可取的了。总统最重要的任务，现任的总统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让这个国政能够平稳的往前走啊，让整个国家可以往前走。这边。我想请教一下，根据今天媒体的报道说，蔡赖配宣布的时机是要看国民党宣布的时机，免得太早宣布会促成他们团结。另外有提到说，您之所以在国庆演说上面讲到壮大台湾，是因为赖清德院长在初选的最后壮大台湾之旅，这是你的通关密码。你们的通关密码是壮大台湾吗？壮大台湾是我2015年在参选总统的时候演讲的时候就已经讲过，那持续以来都是我的用语了哈。那我对于副手的人选啊，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哈，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间提出最佳的组合。这边好，这边。那郭玉珍，你说中华民国台湾这5个字的那几个字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中华民国，是要为抢中华民国的选票？他还是对一个国家的重大的议题，还是以选举为导向啊。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结这个社会最大的共识嘛，这样子国家才有团结的基础嘛。那我想的中华民国台湾就是要集结这个社会最大的共识，让台湾有一个团结的基础。下一位，可以吗？因为他觉得说你的票跟他很接近，我们不用一直讲中华民国去抢我的票，这是真的很接近吗？您票有没有接近自己去看就好了。来，我想请教一下，根据 IMF 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的经济成长率虽然还是跟预期跟南韩是今年第1个，但是我们下修了，您怎么看？在您说台商回台是大爆发期。我们的很多的经济的机构的这个预测哦，其实台湾的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确实还是一个稳定成长的趋势哦。那每一个经济机构它有最初的预估，然后它后面再做调整，但是每一次的最初的这个预估它都有一定的差异了哈，所以这个上上下下的调整这是在过程当中。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国际的环境起起落落，有些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台湾的经济还是在一个稳定成长的状态尤其是我们台商回台投资，跟我们很多的重大的基础建设，还扩大内需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在外部的环境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持续的成长那今年上半年我们应该是4小龙表现最好的那这个动能也会持续到下半年。好，谢谢大家，谢谢了，谢谢。经过民调说，即便韩国瑜辞职，还是会输你的民调，大概输大概将近，他是2成多，那你是超过4成，怎么看？即便他辞职，民调还是不胜。民调这一题那
民调总是有起起伏伏啦，哈，那也就是参考吧。好，谢谢，谢谢，我们姐。国瑜的两岸政策啊，他就是昨天接受专访的时候一直开始就讨论两岸政策。我昨天用了一个比喻，说是这个神灯精灵跟这个戒赌精灵，那就是不断的要就是来辩论两岸政策。那你怎么看？主要昨天的请下面的起手式就是解封两岸。我觉得两岸的议题哦，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哦。那或许韩市长要把它变得比较活泼一点，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了哦。这个神灯跟精灵，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比喻哦。2300万人的台湾，我们很好的基础，而且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很实质的、很重要的存在哦。那绝对不是精灵可以比较的了哈。那我们在整个的国家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团结，要有自信哦。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每一个国民哦，我们大家都要保持的一个态度了哈。所以我觉得韩市长进来讲了很多的比喻，讲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最期待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如果做总统的话，他会有决心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权，来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啊，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要坚持的事情。好，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另外，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这个画面真大心。一架货车载豆腐，昨下午8点钟经过花莲市中正路和明义街12路口，因为货车门无关好势，豆腐落到规涂骹。迄当阵拄好是上班时间，车来去，差不多10外个人，特别挖过来斗扣。内底有大人，嘛有囡仔，有人特别落车来帮忙。民众热心斗相共的画面，互人抛上网络，网友拢学讲这是花莲上迷人的风景。过来关心咱台视新闻的独家画面，这是新北市板桥中庆国中附近的黄昏市啊，已经有40年的历史。和附近的民众检举讲，违规摆单位占到停车位，若是发生意外，安尼代志就歹收煞。消防车和救护车拢驶袂入去，影响住户的安全。已经检举几落届，拢无卡抓，无人来开罚单。新北市市政府是讲，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市民需要这个市啊，敢会当提醒摊贩卖违规，慢慢辅导因会当合法。赶快清掉好不好？不要占用到人家的停车位啊！大声提醒摊贩唔好占伤济所在。市场组织会委员到下晡2-3点就开始巡街，就是为着要管理。因为伫咧新北市板桥的黄昏市场，常常互人检举，根本是违规来摆档。你知道在这边骑车或者是走路，常常都会被机车就是碾到脚。那如果说哪一天这个市场里面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救护车或者是火灾的事项的话，那请问谁来负责？每天下晡3点到暗时8点，板桥中庆国中边仔的市场就变甲闹热滚滚，唔那人甲车是真济，骑街出入无方便，甚至可会出现占用停车位的情形。黄先生检举10几摆，提出市政府的回应，这块市场是互认定属于非营业许可路段，但是从来唔捌看过有人来取缔，情形嘛无改善。像这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去处理，然后像旁边停车格什么，我们都会清空嘛，然后慢慢去改进。强调动线有规划，人甲车的安全拢有加强管理，但要让所有的骑街拢会当同意摊贩来摆档，变做合法的市场，实在是有困难。组织会讲，敢会当靠互相监督，希望有一天会当来合法。当地的一个市民对这样的一个日常采买的一个需求有其一个需要性，我们希望说能够寻求一个共识。黄昏市场在地经营40年，虽然即马无合法，摊贩甲骑街拢有家己的立场，恐惊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度来讲好成。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宝贝可能互人掠去食，来看到这是大东县县政府今年列到放生上百粒的这个车龟背，也就是人咧讲的五爪背，开始服用的计划，最近却发觉讲超过一半拢无去，怀疑可能互人偷掠去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若是掠到的罚当罚。藏入去海底，随着看到大海龟，阁有七彩的漩涡，四界拢是。镜头一说，这个海底护育男正看倒看拢是空空，应该啊乖乖伫咧内底捂了背，竟然一粒嘛无剩。它的成长时间是非常漫长，大环境，然后这个采捕的量太多，所以实际上目前
可以看到的也不多了。台东县政府农业处今年甲农委会水试所来合作，建造绿岛保护区甲温泉渔港2个所在，要来复育100粒的五鸟背。结果无到半年，山有一半以上拢总无去，互研究的团队真烦恼。独惊的是有人雕刻意来偷摕五鸟背，外壳真鲜艳，王讲是海中的玫瑰，背中之王，属于保育类的生物，生长的速度是真慢，一年敢若会当大1公分，上重会当来到数百公斤，外壳的长度有1公尺。如今发生有偷掠的情形，互县政府特别注意。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希望只是看、观赏，而不要去触摸，不要再采取。早到一个103年，绿岛地区就有注文禁止来掠五鸟背，要往生态复育基地来进行。目前已经协调畅水员来咧巡逻，一旦若查到，上重会当罚15万。希望这个贼仔家己会当有自觉。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查到爱情的骗子，假先交朋友，原来是要甲人骗钱。嫌疑犯偷用烟头送，也搁有水姑娘的相片，利用交朋友的软体，乌白找被害者开讲破刀，骗对方出钱来投资，原来拢是乌坑互人跳。初步估计受害者有上百个。警察伫咧家己找到这个诈骗的基房，抓到20外个嫌疑犯，依照诈欺罪嫌，甲因依法上班。督捕特勤队员摕着盾牌，全部武装破门进入，内底面的全部拢是诈骗集团的成员。算的总共有20个人，拢总互警方带转去警察局。这阵人平常时啊，覕伫咧家己关一间铁厝内底，内底有袂少的电脑甲手机啊，都是要利用网络交朋友来咧骗钱。烟头的面，佮配上真好的体格，烟头的相片，袂少查某囡仔拢袂去，但这根本拢是假的。诈骗集团先偷摕烟头兄，也是随查某囡仔的相片，来到交朋友的网络顶悬，随机找被害人来咧开讲，先讲一寡甜言蜜语。等被害人一旦互骗到手，因就点出真实的面目，开始说服对方来投资六合彩也是股票，但汇款的金额拢总是汇入去嫌犯的假投资网络。短短1个月，受害人都上百名，诈骗的金额超过100万。用在长相帅气的男子美女相片，吸引那个境外的华侨及大陆地区的人民上钩。警方将也通报，直接攻破这个诈骗基房，而且将20名嫌犯拢总按照诈欺罪嫌来上班。不过提出烟头兄的相片，甲这个嫌犯来相比，实在是差真多。警方也呼吁，伫咧网络交朋友要注意，千万唔通互假相片来卖去。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现场，赶紧来听韩国组详细的讲法。出来的议题吗？阁揆跟副手。当然有所本，我觉得比民调更重要是民心呢。我再三讲，民心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接触的所有的群众，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民心思变，民心是有期待的。那我们接触到每一双手，每一个眼神，都散发出来期待台湾会改变，也散发出来过去3年半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是相当的不满。我们第一线的感受是非常强烈，也希望蔡英文总统倾听一下民意，看看这几年台湾人民过得多么的辛苦，好不好？好。阁揆跟副手要一起宣布这个话题，是在这个月吗？阁揆跟副手。提早半个小时到。我本来都是准时到啊。对。今天的提早了，今天有提早。对，因为今天行程比较多，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阁揆跟副手，你有提到阁揆跟副手是吧？另外，继续来关心民众来到提款机领钱，钱提袂出来，金融卡嘛互机器遮去。代志发生伫透早5点钟，一个人来到花莲转上抢一线的提款机领钱，拄啊好系统换新，网络嘛断去，现金也有金融卡拢摕无转来。查到这个网络银行才发觉讲钱已经扣掉，互伊有够紧张。该在一直到6点钟了后，提款机已经恢复正常。去 ATM 领钱，提款卡插入去，才各点金额就会当甲钱领出来。不过民众煞安怎饲钱拢领袂出来。15号半暝5点外，有民众去花莲抓上抢的提款机领钱，煞拄到系统更新，若钱领袂到，卡嘛无摕出来。不过网络银行煞有领钱的记录，有扣钱，卡人客服务电话无人接，互民众气甲讲，若是有人发现钱，也是卡片有摕出来，请斗3共送去警察局。他的提款过程之中，
就是发生网络断讯的情形，将溢款的部分再冲回他个人的账户。代志过6点钟，一直到迄天的11点外，提款机才恢复正常。银行讲，可能民众伫用提款机的时阵网络断去，所以建议民众后回若佫拄到同款的情形，会当直接敲提款机边仔的服务专线电话，若是接到通报，就会随派人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咱新闻拢有报道，日咧婚林的高丽菜大出了后，就有种高丽菜人开放给民众家己买，一粒10块银。也毋过有民众怀疑讲奇怪，伊买高丽菜哪会共款贵参参？原来这是花莲的高丽菜价销共款真悬，因为廉价了后大卖1公斤都要30块银。农会讲到花莲的高丽菜大部分拢是关山种的，本钱本来就较悬，若廉价游客因为较济，价销才会较贵。该在下个月就准备大出啦，按算价销就会较辣。炒高丽菜真好食，不管是厝内还是餐厅，都会当看到这出菜。不过这阵仔价销起真济，好买菜民众拢嗨餐。1斤35块。啊，会不会觉得贵？啊，会不会觉得特别贵？对，当然比较贵啊，自己种比较便宜啊。这阵仔婚林高丽菜大出，有农民画一粒10块价销出来，不过花莲雪差足济。为9月底到10月初，因为风台影响，1公斤36块9，国庆进前1公斤15块8。不过年假过了后，才几天的时间尔，1公斤就来到30块，价销翻一倍。因为花莲高丽菜产期是10月到明年的4月，普通产量会有12到15吨，不过目前雪干那剩一半。应该说它的品种是哪一种？对，如果你要便宜的也是有啊，不是没有啊，比较硬啊。山上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公斤在30到35之间左右，下来口感当然是非常的好，这样子清脆。卖菜讲每一个所在价销本来就无同，袂当甲西部的价销来比。同款10块的价销来抢人客，农会嘛讲，花莲的高丽菜大部分拢种伫山顶，若较水，口感嘛较好，加上廉价人济，价销本来就会较贵。等到后个月高丽菜大出了后，价销就会稳定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跟大家落地钱有关系。最近去日本佚佗较会好，因为日本票的汇率总算落到5个月来上届的数字。其中上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中国贸易谈判已经有第1阶段的协议。本来大家认为讲较保险、较会好的日本票需求量较无遮尔悬，日本票就变较落。和今年8月上关点0.3029比起来，即马汇率已经转来到0.28。若是换新台票5万块，就会当加换1万块的日本票，会当加食11碗日本汤面。金白色的世界，看到西落落来，体验算西速度感，也是要来食帝王蟹日本观光宣传片，看到真动心。要去日本旅游，也搁咧看，即马会当下手啊！因为日票总算创下5个月以来上低。小姐，我要换15万日币。民众抢换日票，点钱的机器无停过。今年5月换日票的汇率伫咧0.285，了后就一直起，到8月份甚至突破0.3。9月15号换的价销总算是回升到0.28。美中的贸易战。他们这样已经打了差不多1年多，所以近期来说的话，它达成了初步的协议。那避险资金它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它就做抛售日元的动作，所以日元来说的话，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上涨的空间。换日票跳水价到底差偌济？以台票5万块来讲，8月份敢会当换到16万5千块的日票，但是即马会当换到17万4千块的日票，加了将近1万块的日票，等于是11碗面，也是一张迪士尼乐园的门票甲2碗面的价值。若是专门想要去日本买物件，以日本关价电器来讲，买吹风机用8月的汇率，大约爱台票3700块。以即卖的汇率，等于是拍95折，搁较贵淡薄的会吸电器，就会当省伫要1000块。出国交拍算，就爱趁日票降价这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在地自主刚刚继续来看到挪威选手艾丁9月初伫法国摕到3铁冠军，苏当时伊头壳底中华保盐顺德奖的帽仔，咧咱台湾会当讲穿甲真样。中华关县政府专业邀请伊来到台湾参加田中马拉松的活动，嘛顺续来到顺德奖拜拜行愿。联络伊几落届，伊总算点头答应，确定新历11月初9到11来台湾3天，到时阵一定咧中华引起大轰动。
在法国尼斯铁人比赛顶的头一个冲过终点线，摕到冠军的挪威选手伊丁，迄当阵伫即顶中华顺德奖的帽仔，互台湾变甲最有名的。伊丁知影伊伫台湾变甲真红了后，就答应中华冠政府的邀请，决定要来台湾参加马拉松，佮录一段影片感谢乡亲的支持。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aiwan, and especially great to win it with a cap from Taiwan that I found on the ground from Japan. 伊丁本来要参加明年伫日本办的冬季奥运会，所以想要甲台湾的邀请推掉，不过中华县政府唔放弃，总算互伊丁答应。县长王惠美宣布这个好消息，预计伊丁11月初9到91这3天会来到中华参加田中马拉松，佮会去保安乡顺德宫行完。我们真的用了非常多的方法，用了哪些方法？还有一点点的运气。说真的，已经很确定田中马他一定会过来。我嘛感觉讲俺真欢喜啦。县政府讲，这3天的行程开销无100万，不过预计会请真侪爱走马拉松的民众去参加，为田中马拉松创造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民拢是海，即嘛当咧发展芳船运动。台东一个西班牙来到台湾的缘投仔兄，伊特别介意到台东山水风光，伫咧活水湖成立一个芳船的学校，引进西班牙囡仔耍的芳船，互世间囡仔拢会当头壳，嘛当了解正方的角度，用双手来驶船，互即项国际认证的运动会当伫咱台湾继续发展。一只一只的芳船顶几棚，伫咧台中市活水湖顶悬摆几排，对西班牙来的教练小花，一个一个咧教小朋友驶芳船。因为完全无动力，敢若会当靠风力甲操作的机卡来将船刷顶动，不时佫会发生压着弄着，也是袂顶袂动的情形。经验丰富的小花拢会真有耐心，遮的小学生动头脑学习利用风的角度甲扭捏的双手，用技术来解决问题。对他们来说，总比在家里面一直看平板手机的好。我们还是一个岛国嘛，但是就应该是一个水域活动很蓬勃的地方。中文讲得很好。对西班牙来的28岁的小飞，4年前来到台湾旅游了后，就爱着台东的好山好水。过去捌是芳船运动选手的伊，发现这项运动伫咧国内并无时行，所以来成立芳船的学校，一困进12只囡仔的芳船，要互这项伫咧国际顶悬方认可的运动，会当伫遮发展。台东的大自然就是很漂亮，对，大自然跟天气蛮适合玩帆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海的地方都适合玩帆船，没有什么特别好不好？为着无爱互报道台湾甲专业奖金的运动比赛来烧闪心，要将台湾天然的海洋环境发挥效益，当作训练的场所。小辉希望未来会当培养出真有水准的芳船运动员，伫咧海上听风破浪。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归台湾来行透透，要来看到苗栗县32乡和南庄乡摕到国际万城认证，两个所在拢伫咧山区，为了要来发展外海观光。苗栗县县政府伫咧长68.5公里的海岸线做一个万鱼的海岸，结合在地食材来推xuất現流的海產，推銷料理，和遊客分享要怎食魚，了解魚仔，進一步來認捌在地海洋文化。夕陽豆豆落落，將海面照甲金光閃閃。當地漁民伫咧後龍鎮水尾社區的寶岸邊，利用在地漁產，配上家己種的苦瓜、番薯、甲烏豆等等的菜色，打造出獨家的料理。滨海餐島，互遊客敢若是看到，就真餓了。我覺得相當的不錯，而且它整個用餐的氛圍很顛覆我們以往到漁村用餐的這種概念。隨着天色豆豆暗，社區的民眾烹出刷魚餅的烹鮫。用苦瓜甲菜色来參魚醬的料理，以及號名海豐魚運的煎白帶魚等等的餐點，一出一出攏互人感覺真奇巧。其中所有的海產甲食材，攏是漁民拄仔掠起來，又閣鮮又閣青甜，禮景加上美食，互人一來到這，就希望時間真正會當較慢。苗栗的海岸線，閣有全台灣唯一的合歡石虎，展示古早人的智慧，利用雕飾來掠各種的魚產。到即馬共款，閣有漁民來做這個傳統，就算掠到魚仔，毋是深海的魚，共款嘛是有營養的價值。社區的民眾希望借着濱海餐島，甲遊客來分享萬食的趣味，同時會當熟悉海洋，做伙來保護海洋的資源。記者綜合報道。
上新的消息，赶紧要带大家关心，最近民众会当加食一寡菜色，因为价销俗真济。前一阵高丽菜种植的伤过济，即马要上市。农粮署8月发布高丽菜超前的这个菜栽，拢总600万丛，已经超过。按算讲，这批高丽菜会伫咧10月中慢慢上市。另外9月前的小白菜、油菜、汤丝仔菜，这个菜叶类嘛会上市。消费者会当趁这个月加食一寡菜色。来关心立法院上新的现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今日开始请假，来到小琉球行行程。有人警惕讲伊袂输是伫咧休寒共款，有人讲总统用行政资源走行程，可能嘛应该爱请假。一人讲一款，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李英平。好的，主播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高雄市长韩国瑜呢是从今天开始请假来跑竞选的行程，预计呢是要请假到1月11号。对此呢，有蓝营的议员呢，他们就建议哦，如果蔡总统也要跑选举行程，应该也要请假来避免使用国家资源跑行程。而对此呢，刚刚民进党立委是说很夸张。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是欧洲系统的，因为他放假就是可以放得这么长，放得这么的开心，还要邀请别人跟他一起来好命。我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真的办不到，我们没有你那么大的强大的脑波。蔡总统也应该请假选举啊，他们说没有这个制度，制度是人创的，他现在当总统都在跑他的选举行程，这对韩国不公平的，对不对？他应该请假副总统代理啊，一样可以啊。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立委他们是抨击呢，其实韩市长是根本不该请假跑行程，他们建议呢是应该要专心在市政。不过刚刚国民党立委他们也很看好韩国瑜来请假竞选，因为呢认为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竞选的热度，也可以拉高气势。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搁再来关心，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原住民抗日英雄木那老道的历史骨头，即马待伫咧南投县仁爱乡武社事件纪念公园，有抗日的后代代表甲公所反映讲木那老道脱网，讲建筑时大个所在又搁湿又搁凉冷，结果请专业的消防师傅来看卖，发觉讲门顶头沿阿门头正是小可崩塌，内底嘛有小可漏水的情形，和网着的情形共款，互人讲真是袂当提起。业界人生业界消息来看到天桥莫文蔚几个工程来到海拔3000外公尺西装垃圾来办大型的演唱会，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伫咧遮尔高的海拔要表演实在真无简单，袂当有高山症的镜头。怪当日时暗时温度差超过10度，会当讲是世界头一个伫咧上界悬海拔开演唱会歌手。莫文蔚伫咧台顶，伊嘛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徛伫咧海拔悬3646公尺的西装垃圾舞台，献唱招牌的真歌，歌手莫文蔚唱甲面无红、气无喘。这场演唱会声上万名的歌迷到场来咧收听。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要伫咧关山来唱歌，除了爱先克服高山症，搁爱会当适应10几度的日夜温差。但莫文蔚一个一个来克服。金世世界纪录特别派人来咧认证，针对海拔高度、舞台表演时间长度以及入场的观众人数等等来做严格考量。最高海拔的大规模演唱会，挑战场地位于西藏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成功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创下歌唱事业的里程碑，让莫文蔚是真感动。而且伊真介意自我挑战，捌摕到金世世界纪录的歌手也搁有伊。香港四大天王当中，参唱郭富城，伫咧2007年的演唱会顶悬，就用450度的斜凳舞台创下金世世界纪录。若歌神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嘛以上侪场的纪录，甲超过100万人的观众总数来打破金世世界纪录。这辛苦的挑战，嘛互因天龙天后的演艺地位，互人是真心来佩服。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关心台视8点档杨丽花歌剧中校这期即马剧情已经进入上界高潮。杨丽花扮新衣听英日咧戏里和珍姬公主见面，互宫女亚君啊，甲伊拍甲规身躯全伤。为了要扮小生有文才，亚姬君啊唔惊人抬，杨丽花扮剧无找替身，到底陈阿人烦恼杨丽花互人拍着伤，扮宫女亚君啊来拍师傅，讲伊嘛真紧张。趣味的幕后影片已经公开，引起到戏迷会较真热。扮新衣听英的杨丽花伫戏内底，互宫女拍甲着伤，互人看到实在真唔甘，嘛互人真想要问讲，到底是啥物人这么好大胆，敢对歌戏国宝动手？怎么样都不会穿吧？无爱画面公开，答案嘛出来，原来亚君啊甲杨丽花讲的人，就是道地陈阿兰。伊烦恼其他演员下无细力，甲杨丽花拍甲受伤，尾啊着家己来。大概滚下落去，陈阿兰拢紧张甲皮皮喘。最后一个头没打到，因为还是会怕国宝。就惊戏剧的效果无够，这个时阵杨丽花讲话啊。头不行，头我不怕的。这出讲头壳的戏，杨丽花老神在在，不过道地陈阿兰就辛苦啊。这个不要再放歌了，我会紧张啦，我会紧张啦，我会紧张。两个人的互动真深刻，意外互大家拢笑出来，嘛互人见识到国宝有影是国宝，面对工课精神就是甲别人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午后世界大代志，继续来关心日本上界大资讯科技电子展览15闹热开幕。日本也有世界各地电子的大公司，拢来遮展览上界一粒一的科技。今年算算的拢总700外间厂商来参加，主题有商业用、工业用，也有客家消费的新科技。其中上界显目的就是 VR 假拿真的科技，甲红仔岛的场景变做真的，互真侪人拢想要来试看卖。拍开冰箱袂记得关门，机器到爱宝随就来提醒。日本一年一届科技电子产品展 CTEC 15号伫咧千叶木鸟展览馆来开幕，各国787间的厂商聚集做伙展示未来新技术。手机啊出现一道门，刷落来眼前就出现美丽花海，现实中的大门甲影像来结合，运用科技的技术，互人敢若行入去另一门，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下铺的这款荧幕有相像的设计，只要行去后壁，人就用伫咧荧幕顶悬，用伫咧百货橱窗，就会当变做是高科技的广告看板。最新技術って面白い。このようにタブレットに話しかけた言葉を指先で空中に描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只要讲话，就会当变做是字，方便佮趣味。这个技术资源真侪个意见，民众佮会当家己来加工，打造趣味的相片来升点阅率。ベッドの背中の角度を少し上げれば呼吸が楽になり。另外，各业者杀出全世界头一款困眠自动智慧的眠床，会当配合每一个人的习惯，调整无同款的角度，同时会当设定起床的时间，夜头就会当自动叫醒，互困眠的品质更较好。各有业者来杀出远端的体验机器人，互人伫咧短时间内底就会当刷叮当去世界各地，高科技互人的生活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跳完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健康的话题。真侪老一辈拢讲，做月内若是爬楼梯，较会伤骹头骨。治疗师特别解答讲，这是有影，唔是我白讲的。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什么？人在说话？以期放军，不会是要的，有人要刺杀帝军。这就相信也是可怜。今天拜一个拜五暗时会
吼，这个。须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个人有。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一般咱也常常听到，感觉小可爱摇爱摇。只是这个字啦，是咱台语常常讲会到的字，这字就是“带”。顶面一个平字边，代表讲这是一款的镜头。这字“带”意思就是我都控制放屎流，像讲“带屎”，代表我都控制向放屎意思。也不过伫咧现代，也佫有另外一个较特别的意思，代表讲代志害了了，咱就会讲打一声“带屎”啊。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带流，代表我都控制向放流出来意思。第二个词带青屎，一般是咧讲囡仔。古早认为囡仔着惊就会引起，也不过即马医生认为讲真侪原因会引起这款镜头。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比如讲囡仔向带青屎，老母嘛紧张甲险啊带流，该在落尾带去医生看，已经无啥要紧。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带，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一般老一辈拢认为讲，查某人若是生囝了后，做回来这段时间，较莫爬楼梯、落楼梯，若无开去伤到骹头骨。原来这拢是有根据，因为医生讲到，为医学角度来看，查某人有生的时，这个胃就会分泌松灵素，这个骨盆会紧就较会松冷，因为安尼较有法度春秋，互囡仔伫内底，有可能影响到身躯其他部位关节的筋，就要半年了后才会慢慢恢复。若是做回来时，骹头骨就要动真大的力头，可能就会提早引起退化性的关节炎。为有生到生囝，每一个妈妈拢真辛苦，定听是大人咧讲，做回来爱好好保养身体，莫定爬楼梯，无骹头会受伤。会安尼讲，唔是要甲人吓惊，因为伫医学顶的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生产的关系会分泌松弛素，所以你的关节会比较松，所以你这个时候过度的运动的话，容易提早退化。查某人有生的时阵，胃会分泌松灵素，互骨盆的韧带变甲较软，会春秋，互囡仔会当伫腹肚内大汉。毋过身体其他所在关节韧带嘛会变甲无遐尔稳定，所以有生的妈妈才较会腰酸背痛。松灵素影响的时间，为有生初期开始增加，到顺月会达到上济。囡仔生落来了后，慢慢变少。若是伫做月来的时阵，就赶咧做运动减肥，还是想食爬楼梯，会对骹头骨造成负担，互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出现。是上下楼梯对膝盖负担很大，那负担大的时候，如果你能力还没到那里的时候，那你就容易超过。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不舒服，觉得怪怪的啊，觉得甚至会痛，那这个表示过度了。物理治疗师建议，做月来的时阵会当做一寡增加困袂来的训练，唔若减轻关节的负担，嘛会当避免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出现。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间活鱼的滋味已经开店开超过1甲子，特别景用山泉水放出来里期又较高，逐工为3夹送来到店头。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什么？人在说话？伊期放军，莫非是要的？有人要刺杀帝君？这就上去也是可以啊。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这回来关心这2天下吉备风台在日本各地引起严重的破坏，上少引起66个人不幸无命。做大水引起暴汗，嘛冲歹去一寡所在浸伫水里。这届风台可让俄罗斯地下神殿的首都圈外围疏风道嘛发挥作用。这个涂骹通水的设备是2006年正式做好势。2005年关东和东北因为上大雨做大水，头一届全面开始启用，这届算的是第2届用到。嘛，互大家看到地下神殿的威力有偌尔强。
下吉北风台扫过日本各地拢出现灾情，风叫做关东地下新店的首都款外围排水道全面启动，这属于2015年鬼怒川做大水到达第2届启动。ずらりと大きな柱が並んでいます。本来打扫的地下新店，向流真侪水入去，这些水拢是为附近的5条溪仔来的。下吉北风台带来真大的雨，溪仔排袂去，所以就引入去排水道内底，让地下新店变作水中新店。この深さ70メートルの縦溝に水が溜まって、あちらの私たちが先ほどまでいた調圧水槽の方に流れていくと。首都款外围排水道伫地下50公尺的所在，全长有6.3公里，是全世界上大的排水设施，欠水量有67万立方公尺。这届风台让5条溪仔水拢涨起来，这座地下新店嘛发挥伊的功能，为12号到14号，拢总排1000万吨的水出去，水经过地下排水道排入去较外海的江河川，避免东京做大水。2015年，日本关东甲东北上大雨造成灾情，地下新店头一届全面启动，迄人准排1900万吨的水出去。这回工作人员嘛唔敢放放放，甲水排落江河川了后，和江河川的水熊熊涨起来，有可能会造成较外海地区做大水。好加载尾啊，水拢顺利排落大海。有这个首都款外围排水道，东京就亲像有一个地下守护神咧保护同款，顺利挡过这届风台。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继续要带大家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请假拼2020年总统大选，为台湾上界南平出发，头一站来到鹅銮鼻保安宫来拜拜，刷来开始跟大家来观光座谈。今嘛人来到茶城保安宫来拜土地公，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景。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驾出楼755，我们韩世才积极时尚，正光看待。谢谢您，谢谢您帮我们欢迎。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食青甜的活鱼滋味。这间开店开超过1甲子60年的海产店，特别景用山泉水放窟仔市的鲤鱼油较高，逐工为3夹送来到店头，现点现捞。上出名的是豆酱鲤鱼，上界单碟四川的口味，咸香也搁咸咸，配鱼啊又搁油又搁嫩的肉质，一寡食食通特别爱滋味。它最经典的地方就是这一道豆瓣鱼，我们每次都是为了这道鱼来的，这个口感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这间开1甲子的川菜馆，主要咧卖鱼仔料理，放个咸的豆酱鲤鱼，超达到拢会点，无用普通的盘内底，爱用到大铁盘才有法度。来，招牌豆瓣鱼要来喽！今天是母的，有鱼蛋。等下银丝卷可以沾酱汁吃哦。铁盘顶的红色的酱料，甲鱼仔拢含咧红记记的豆酱，真好配饭。秋天寒天，阁会当食到真侪鱼仔卵，会互人客食尔饿咯。其实也阁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鱼仔的肉质少嫩的，阁拢完全食袂到臭土味。你这样吃了几年？30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料理的，居然可以把它做到没有那个土味。洪英杰的爸爸过去开店卖故乡的川菜，主要卖鱼仔料理，生意要好价，要食阁爱摕号码牌。他们当初是4个四川人，然后来台湾，然后他们那时候来台湾之后，刚退伍下来其实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觉得，吃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怀念的，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思念家乡的一个味道，所以他们就。大家一起4个人就一起做了这个餐厅。济南路甲建国南路迄搭位啊，过去卖鱼仔料理最有名的。上兴的时阵有10外间鱼仔料理餐厅，不过14年前洪英杰接落来的时阵，生意已经无过去遐尔好啊。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去外面 run 了一圈之后，才发现，
其实应该要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过去的餐厅一间一间收，因开的这间就是村落内其中一间老店。对两兄弟来讲，不管安怎，拢要把爸爸的心血继续传落去。因为爸爸在这一家店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嘛，对啊，所以想要一家人可以撑起这家店。用心维持店内装潢甲口味，唔那是两兄弟怀念爸爸的方式，嘛希望老主过来也是会当食到记忆内底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一般咱拢认为讲大汉囡仔较袂去喂到肠仔病毒，也毋过虽讲即马喂到肠仔病毒的人已经少年半3礼拜有较少，也毋过也是袂当放空空，因为卫福部疾管署昨昏公布，顶礼拜佫加4例肠仔病毒引起动症头的病例，其中一个才11岁，今年49例肠仔病毒动症头的病例，其中有4个人拢超过10岁，一个17岁，一个14岁，另外一个11岁，也佫有一个10岁，拢是查甫。疾管署提醒时段，超过5岁囡仔，同款嘛有可能引起动症头的病例。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什么？你在笑话？以期放军，莫去是要的，有人要刺杀帝军。出手上去，也是可怜啊。今天拜一个拜五暗时8点，忠孝节义。即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个人有问题啊！你是裁判？那我们早点讲，早点讲。露手了，对啊，行啊，慢了吧？哦，早一点讲。你刚刚是还没了。我姐的反应太慢了吧？为什么可以主持这节目一直到现在？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打过去，跑在那头哎。不要。阿公，你们怎么走啦？阿妈叫过追哦。上啊！报警了啊！阿妈多下。太痛哎，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妖精》。汉钟坐起来，淑英看着汉钟，又凝望着播放中的唱片。他扔下皮包，冲向电唱机，拿起唱片，唱片掉到地上。他瞪着汉钟：“你不要把我当白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妖精送你的吗？10月19号，本周6下午1点到3点，《妖精》口述影像版。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活有龙序列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开始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没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什么？你笑话？以期放军，莫去是要得，有人要刺杀帝军。这就上去，也是可怜啊。今天拜一个拜五暗时8点，忠孝节义。即将乒乓球投入移动中的火车内，老太太，这个人有问题啊！你是裁判？那我们早点讲，早点讲。用手啦，对啊，行啊，慢了吧？哦，早一点讲。你刚刚那出还没啦。我姐的反应太慢了吧？为什么可以主持这节目一直到现在？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猎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头就放在那头啊。不要。阿公，你们走嘛走啦。阿妈叫过追哦。上啊，报警了啊！阿妈多谢。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带大家关心，这是英国威廉王子和因某凯特王妃2个人做伙来到巴基斯坦访问，嘛特别入乡随俗，坐在地真有特色的交通工具电动3轮车，看起来感觉特别新奇。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一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想到史奈达的人真的派一个卧底上船，把这个人找出来，记得留活口。怎么解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些都是你做假账的证据。这张照片应该只有在我跟郭耀森的信件里，为什么你会有？每周五晚间10点，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